有關於提出地盤禁煙嘅修例嘅建議啦，具體嘅方向包括邊啲內容咧？又係我諗大家都知道啦，就喺舊年咧呢個不幸嘅大火災之後咧，就社會其實係有一個好廣泛嘅共識咧，就係要喺地盤咧實施全面禁煙嘅。咁勞工處咧跟住都好快咧去全速展開呢個修訂有關嘅條文嘅工作。咁而家我哋最新嗰個做法咧，就係針對住呢個地盤嘅管理人，即係一啲嘅叫做 contractor 啦，同埋佢哋嘅分判商啦，係有一個規矩。同時咧，都喺地盤食煙嘅人咧，我哋都會借用翻咧呢個呢個一般嘅預防呢個吸煙嗰個條文咧，係去做一啲嘅罰則，就係罰款呢個定額罰款3000蚊咁樣樣。咁而家個條文咧係進展當中，我哋尋日都去立法會咧解説咗有關嘅情況。有冇留意到即係各界包括工友等等或者承建商等等個意見，對於修例嘅內容嘅睇法係點咧？一般而言咧，即係咁耐咧，我哋都聽到咧係絕大部分嘅朋友咧都係支持喺地盤咧全面禁煙嘅。咁好多時佢哋都會提及一啲細節點樣處理。咁我哋都密切同有關嘅持份者咧係保持住一個溝通。咁咧好等咧就係有關嘅細節落實嗰陣咧，可以做得更加順暢。嗱，尋日有議員都關注到都係涉及到修例入邊咧，喺譬如一啲僱主方面要點咧咁。修例建議咧就係話提出管理地盤嘅承建商咧係要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冇人咧喺地盤入邊吸用啦，或者係即係攜帶點着咗嘅吸煙產品啦咁。合理步驟係所有合理步驟應該叫做咁。尋日有議員都關注到即係點樣咧？咁有冇得再清楚啲、具體啲嘅咧？咁可唔可以解釋下呢個？我諗咧喺唔同嘅場合咧，我哋都有略略咁講過嘅。就係呢個地盤嘅管理人咧，其實對佢個地盤嘅安全咧係有一個責任嘅。進行呢個責任嗰陣咧，我哋希望咧所有地盤嘅管理人咧，都係喺預防禁煙呢一方面咧，係比較做足佢有關嘅功夫。例如係佢哋係可以安排一啲嘅清晰嘅告示，或者喺佢組會上邊咧做啲提醒。又或者咧設施上邊咧係確保所有嘅工友咧就唔好帶煙或者帶打火機等等咧入去地盤裏邊，咁亦都係安排適當嘅巡查啦。見到啲唔理想嘅情況咧，去提出一啲嘅警告，確保佢哋嘅工友咧係跟從翻最新嘅一啲規定。呢一類嘅工作咧都係可以喺算得上一啲合理嘅步驟。咁當然啦，地盤咧每一個嘅情況都會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咧就我相信咧每一個地盤嘅管理人咧都會有一個責任去睇一睇佢哋自己個地盤有咩特色，然後按照嗰個情況咧去採取啲適當嘅措施。